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走在内埔路上，看到校园中小朋友奋力跳着舞狮，我不禁想参与他们，跟着跳一段。走！哇！你们刚刚表演的是什么啊？哈嘎斯。哈嘎斯？什么是哈嘎斯？我紧张。哎，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到内埔国小来，谢谢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刚刚这个表演是哈嘎斯，哈嘎斯是什么？那是客家人特有的一项民俗技艺。那客家是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头是我们小朋友，石头是小朋友自己做的。哦，这个是亲手工做的吗？对，全部是手工做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感觉上会比较粗糙。这个都是自己上颜色。那你有兴趣跟我们学习吗？有啊，有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带大哥哥学习好不好？好，走。老师说要让我更贴近客家文化，现在就让我好好体验一下我们的客家诗。4匹马慢动作，1、2、3、4，蹲，手就要顺便起来。蹲的时候手要开始上下。那它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那个狮头要让它活灵活现的。我们客家狮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来打开哈，这是盒子狮。对，是。它可以打开来的，对，一个四方形的嘛，对不对？它会叫哈嘎斯，因为什么？哈贝斯就是像盒子这样子啊。客家狮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一定会完全让字把它显现出来。那这个真的很需要技巧，小朋友不只要拉上去，而且要怎么把它甩出去。我发现结合所有动作灵活运用真的不简单。不过背包客的精神就是勇于挑战，我决定亲自来一段。头看，嘴巴合起来，不可以一直开着。你的脚要踏到这个地方，好，来。真的是有难度。